我哋嘅品牌咧已經有8、9年嘅歷史㗎啦，200種品種嘅產品嘅，全部都係針對性，每個免疫系統啊、肝啊、腎啊、心肝脾肺，全部都有嘅。我哋嗰啲係天然特別配方，基本上係我哋美國製造啦。咁我哋嘅生產比較嚴格，美國 FDA 我哋都有文件啊，GS1 跟蹤我哋嘅所有嘅生產線啊，認證喺美國我哋都有。保健意識或者保健品咧，已經係從來喺歷史上未跌過，依個唯一個行業係只有升冇跌嘅啫。咁男性通常中意增強能量啦、體力啦，女性譬如話荷爾蒙失調啊，或者係個月經啊，咁我要補充能量咧，咁所以男女啲保健品都啱嘅。唯獨是係細路仔18歲以下，我哋就唔建議；18歲以上就要食保健品嘅。呢8、9年咧，我哋有隔在問題嗰啲保健品啦，我哋有啊，尿酸啦、補腎同護肝，呢個係比較受歡迎嘅。注意健康係預防勝於治療啦，咁所以好多保健品，譬如話係細胞營養啊、修復細胞啊等等啊，你可以拖慢你嘅年齡，咁樣就變咗你就可以長壽啲。綠果寶就係全部啲深綠個蔬菜，平常人就食唔到咁多蔬菜嘅同埋水果，咁咧就呢兩個咧就係一個好配搭。保健品大概係長食嘅，基本上比較明顯嘅效果1至3個月嚇，咁有啲半年以上咁就長食咧就會起到個效果，防止問題出現啊嘛嚇，預防勝於治療。最緊要就係每日起碼要半個鐘頭會喐動，即係每日定時瞓覺啦，就冇話好似啲人捱夜啊咁樣，咁就會健康噶啦。某啲藥咧可能會有啲衝突。樽後邊咧都會講話要諮詢你嘅醫生，因為我哋冇辦法知道你有冇食藥。好多人就我中意個期限耐啲啊，或者呢個只不過係個心理上嘅個作用嘅啫。喺商界嚟講，佢有個標日期，特別係美國由2年至到3年。其實保健品咧係可以去到10年嘅，只要係你一開咗個樽咧，一定要個恆溫就要涼涼地，或者喺雪櫃。咁咧就係冇問題嘅，因為我本身就喺美國長大出身啦嚇，咁我覺得國內或者係喺香港或者東南亞，我覺得會好大嘅需求，咁我想將啲好嘅嘢喺由美國就帶過嚟東南亞，一嚟可能佢安全啦，咁所以咧就發覺市場非常之好嚇。除咗東南亞咧，咁我哋一路會去喺歐盟嗰個發展嚇，美國嗰啲譬如話嗰啲藥房啊，或者係嗰啲超市咁樣。我好中意睇書嘅，咁一路去研究新嘅嘢啊，一路咁學習啦，都係要係保持一個學嘢嘅狀態。我唔會覺得係學不完嘅。